本故事純屬虛構，香港大夫騙案，慈母多敗兒，一場慈愛終成空。世間最偉大嘅莫過於母愛，可過度嘅慈愛少咗教導與約束，變成咗溺愛，最終只會養出不孝之子，落得滿盤皆輸嘅結局。呢一位寡婦嘅一生，便被呢一份怕失去嘅放任拖入咗無盡嘅深淵，用一生嘅代價印證咗慈母多敗兒嘅殘酷真相。佢本身有一個幸福嘅家庭，但係丈夫意外離世後，一夜之間撐起咗整個家，身邊只係剩翻2個年幼嘅兒子大夫同埋小夫，成為佢活下去嘅全部希望。從此呢一位寡婦就踏上咗早出晚歸嘅艱苦路，為咗俾2個兒子賺一口飯吃，佢打零工做苦力，披星戴月，風裏來雨裏去，將所有嘅時間同埋精力都花費咗喺賺錢上邊，只希望2個兒子能夠平安長大，將來有出息，彌補自己失去丈夫嘅缺陷。但係佢卻忽視咗孩子嘅成長，不僅需要物資嘅供養，更加需要陪伴與教導。因為整日忙碌，佢根本冇時間照顧2個仔嘅生活，更加談唔上管教佢哋嘅言行。放學之後嘅2兄弟冇人接應，冇人約束，整日喺街頭遊蕩，漸漸與身邊嘅同黨混在喺埋一齊。佢哋同佢哋一樣冇人看管嘅孩子，成為咗最親近嘅伙伴。街頭嘅惡習亦都慢慢沾染咗喺兄弟2個身上。一開始只係逃學曠課，對學習毫無興趣。寡婦有時會知道，但只係輕輕嘆一口氣，囑咐幾句就不了了之。佢心裏面滿是愧疚，覺得自己冇本事，冇俾孩子一個完整嘅家，未能好好照顧佢哋，便唔忍心對細路仔過於嚴厲。佢總係諗，細路仔仲細，等長大咗就懂事啦。殊不知呢一次次嘅妥協，一次次嘅放任，早已經喺細路仔心中埋下咗墮落嘅種子。漸漸地，兄弟2個越嚟越大膽，不僅無心學業，乾脆輟學在家，整日同啲同黨為伍，打交、偷雞摸狗，沾染咗一身小混混嘅陋習。佢哋學識咗講粗口，學會咗恃強凌弱，學會咗不勞而獲。街頭嘅種種惡行成為咗佢哋嘅日常。身邊嘅鄰居看在眼裏，勸寡婦好好管教細路仔啦。但係佢總係保護住佢哋，嘴裏邊就話：細路仔仲細，唔懂事，甚至咧為咗啲仔啊，同嗰啲勸說嘅鄰居爭執啊。佢怕嚴厲嘅管教會令到孩子離自己越嚟越遠，怕過多嘅指責會傷害到細路仔嘅自尊心，更加怕失去呢2個唯一嘅精神支柱。於是佢選擇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任由孩子胡作非為。喺呢一種放任下，兄弟2個人生嘅軌跡徹底偏離咗正途。年長嘅大夫早早便褪去咗少年嘅模樣，在未成年嘅年紀就輟學出嚟社會打滾。佢冇學歷冇技能，只學會咗街頭嘅投機取巧，憑住一身油滑嘅嘴喺社會上過日子。佢唔願意踏踏實實工作，總係諗住走捷徑賺快錢，慢慢嘅便沾染咗行騙嘅惡習。佢利用別人嘅信任騙取金錢，得手之後便揮霍一空。不僅如此佢仲染上咗賭博同埋好色嘅毛病。賭場裏邊揮金如土，情場上遊戲人間，賺嚟嘅錢從來都留唔住，甚至成日喺外邊欠下一屁股債，最後仲要寡婦拼盡全力幫佢還債。面對大夫嘅種種惡行，寡婦依舊冇狠心管教，佢只係默默替兒子收拾爛攤子，一次次攞出自己慳埋積埋嘅錢為佢還債，嘴裏面仲不停咁同佢開脫，佢都係身不由己，只係一時糊塗。佢始終唔願意承認自己嘅仔已經變成咗一個不擇手段、沉迷享樂嘅無賴。佢依舊活喺自己嘅幻想裏面，以為只要自己一直包容、一直原諒，兒子遲早會回頭。而年紀稍為細嘅小夫比大夫更加犀利，佢至少跟喺哥哥身邊耳濡目染，學會嘅冚唪唥都係壞毛病。但係冇大夫嗰一啲柔滑嘅心思，淨係知道跟住同黨胡作非為、逞兇鬥狠。佢整日游手好閒，不事生產，靠住偷搶騙度日，做事不經大腦，毫無底線。喺同黨嘅慫恿之下，佢嘅膽越嚟越大啦。從一開始嘅小偷小摸，逐漸升級為打家鬥毆敲詐勒索，最終竟然膽大包天，犯下咗刑事罪行。
當警察上門將冰冷嘅手銬戴喺小夫手上，話俾寡婦聽小夫因為涉嫌犯罪即將被逮捕入獄嘅時候，呢位母親先至如遭雷擊，癱瘓倒喺地上。佢唔敢相信自己咁錫嘅小兒子竟然會走到呢一步，佢喊住哀求警察話：細路仔仲細啊，求佢哋放過細路啦。可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小夫犯下嘅罪行終究要由佢自己承擔。最終小夫被判入獄，喺最該奮鬥嘅年紀走進咗冰冷嘅監獄，失去咗自由。小夫入獄成為壓垮呢一個家嘅第一根稻草。可是即便如此寡婦依舊冇醒悟，佢依舊覺得係自己對孩子唔夠好，先至令到孩子走到今日呢一步。佢依舊喺為大夫嘅惡行妥協，任由佢繼續行騙、賭博好色，任由佢將呢個本就支離破碎嘅家搞到雞犬不寧。大夫並冇因為弟弟入獄而有所悔改，反而變本加厲。佢行騙嘅膽子越嚟越大，騙取嘅金額越嚟越多，賭博輸咗就繼續騙，欠咗債就匿埋起嚟，讓寡婦面對嗰啲前來要債嘅人。佢已經冇咗做人嘅底線，冇咗對母親嘅孝順，心中只有自己嘅享樂，嗜賭好色成癮，徹底淪為咗一個社會嘅渣子。佢冇謀生嘅能力，亦都唔願意去工作，整日游手好閒，靠住欺騙度日，毫無建樹可言。而寡婦就喺呢個煎熬之中，一日一日咁樣捱住。佢睇住自己一手撫養大嘅仔，一個入獄，一個墮落，心中嘅痛苦無以復加，卻依舊唔願意放手，依舊喺度默默承受住一切。佢以為只要自己仲喺度，呢個家就仲喺度。殊不知佢嘅放任早已經令到呢個家名存實亡。終於命運嘅懲罰接連而至，大夫因為長期沉迷賭博，欠下咗巨額債務，被債主四處追討，走投無路之下，又因為多次行騙，面臨住法律嘅制裁。佢承受唔住咁樣嘅壓力，最終選擇咗自尋短見，結束咗自己荒廢嘅一生。呢個消息令到寡婦徹底崩潰啦！佢失去咗一個仔，而另一個仔仲喺監獄裏面。可惜命運並冇憐憫佢。不久之後，喺監獄傳來消息，小夫喺獄中意外發生事故，不幸身亡。一夜之間，兩個兒子相繼離世，呢一個家徹底散啦。寡婦守住空蕩蕩嘅屋，身邊再冇一個人。幾十年嘅付出，幾十年嘅期盼，最終化為一場空。佢曾經以為自己拼盡全力，不離不棄，就能夠留住兒子，就能夠守住呢個家。但係佢卻忘記咗，過度嘅慈愛，冇底線嘅放任，唔係愛啊，係恨，係害啊。佢怕失去兒子，就任由佢哋胡作非為。佢錫個仔，便替佢哋承擔所有後果。但係最後，佢不僅失去咗兩個仔，仲失去咗自己嘅一生，落得家破人亡嘅下場。呢位寡婦嘅晚年凄慘至極，佢獨自一個人守住滿屋嘅凄涼，回憶過去嘅種種，心中充滿咗悔恨與痛苦。佢終於明白自己所謂嘅愛，毀滅咗兩個仔，亦都毀滅咗自己。如果當初佢能夠狠心一啲，好好管教細路仔，唔會任由佢哋沾染惡習。如果當初佢能夠放下嗰份怕失去嘅執念，對細路仔嘅錯誤及時糾正，或者一切都唔一樣啦。但係世界上並冇後悔藥，錯咗就係錯咗，付出嘅代價再亦都冇法彌補。慈母多敗兒呢5個字成為咗佢一生嘅寫照。佢用自己嘅人生演繹咗一場因溺愛而導致嘅悲劇，最終自己凄慘度日，兩個仔一個自尋短見，一個意外身亡，徒留無盡嘅遺憾與悲涼，喺歲月裏慢慢腐爛。